收睇 LCCF TV。新一代巴士嘅設計係一大進步，從乘客嘅角度嚟，乘坐感非常平穩順暢。我好中意個儀錶板本身，你可以睇到晒所有資訊，所有嘅動能回收同埋點樣保持電量。車廂內部更闊嘅車窗增加咗採光，確實有助為乘客提供更佳嘅體驗。乘客喺巴士旅程體驗將會截然不同。多謝晒大家收睇 LCCF TV，大家記住 subscribe 我嘅 YouTube channel 啦，拜拜。